聯合健康最前線。大家收聽聯合健康最前線，呢一個係由聯合健康保險贊助嘅節目，主要係為咗同大家講一啲紅藍卡範疇裏面有用嘅資訊，好俾我哋嘅哥哥姐姐參加咗優勢計劃之後，識得點樣運用呢一啲保險計劃去幫助佢哋改善健康。咁當然呢一個節目係由聯合健康保險贊助的話呢，當然要請出佢哋嘅亞裔市場部經理，亦都係大家熟悉嘅陳少南哥嚟同大家傾下啦。南哥你好。係，安琪你好啊，好高興呢有機會再次喺空氣裏邊呢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紅藍卡嘅資訊。嗱，仲有呢你哋要注意嘅地方。嗱，不如呢安琪我考下你啊，我哋先溫習一下呢，究竟紅藍卡呢係啲乜嘢嘢呢？同埋有啲咩重要嘅嘢我哋要注意一下噶啦。好似我哋呢一啲年紀嘅朋友呢，的確對於美國呢一個聯邦醫療福利唔係咁了解噶。例如點樣可以得到佢啦，或者係有啲咩福利啦，仲有可以用嚟做啲乜嘢啦。咁呢一啲事呢，我哋都要向你請教一下，等我哋呢啲年輕人可以了解下嘅。咁啊，終有一日我哋都會去到嗰一日啦。咁所以及早了解呢，就一定有好處嘅。嗱，我想先問一下啦，答下你嘅問題就係話紅藍卡係咩？有咩資格可以攞到啦？嗱，紅藍卡呢就係第一係俾符合資格嘅美國公民或者合法居民可以攞得到嘅聯邦醫療嘅保險計劃嚟嘅。咁而第二呢，佢部分嘅經費呢係嚟自你工作期間呢繳納嘅一啲嘅稅金。如果你喺你嘅 check 尾裏邊睇到有一個呢叫做社會安全稅呢，咁呢啲稅呢就係其中一個俾紅藍卡做成本嘅一啲嘅稅項嚟噶啦。咁而第三好重要嘅呢，就係佢係一個個人嘅健康保險嚟嘅，咁唔可以呢將你嘅屋企人都承保喺裏邊，所以呢，男嘅自己有一份，女嘅自己有一份，咁就算係兩夫妻都好呢，係各自有各自嘅計劃嘅。我都有聽講過紅藍卡係有分唔同嘅部分嘅，咁究竟佢有幾多部分呢？簡單嚟講呢，紅藍卡呢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啦，係 Part A 部分係負責呢醫院治療嘅福利嘅，仲有呢就係 Part B 部分啦。咁呢一個部分呢，主要就係醫生嘅門診服務啦、醫療器材啦、一啲針藥喺醫生嘅診所裏邊用嘅嗰啲啦，咁都係屬於 B 部分嘅。嗱，仲有呢，可能我哋好多朋友呢都聽過有 D 部分嘅計劃啊 ，D for Dog 啊，咁呢一個呢，就係我哋政府要求凡係攞咗 A 部分或者 B 部分嘅朋友呢，都必須要加入一個配藥計劃，就係 D 部分，因為呢唔想到我哋有病有需要嘅時候去攞藥攞唔到，咁如果呢你唔參加呢，可能會有罰金嘅添㗎，咁我哋以後可能都會提一提呢一件事嘅。咁我想知道呢 A、B、D 三部分呢係咪都有一定嘅需要㗎？咁另外我都有聽過 Part C 嘅，咁又係關於啲咩嘅呢？係啦，好多人都問啊，有 A 有 B 有 D 就點解冇咗個 C 嘅？咁後來呢，原來都有一個 C 嘅咁樣。咁你首先我回答翻你第一個問題啦，係咪一定要 A、B 同埋 D 嘅呢？咁正如我頭先都重複咗啦，如果你係65歲合乎退休年齡可以攞到紅藍卡嘅話呢，咁你攞紅藍卡呢，佢通常都會係同時俾 A 部分同埋 B 部分一齊嚟攞到嘅。咁當你攞到 A 同埋 B 啦，喺63日之內呢，你就要加入一個 D 部分嘅配藥計劃。咁有啲朋友呢，65歲符合咗退休年齡呢，佢哋未必即刻會退休嘅，咁佢哋呢可能都仲會透過佢嘅僱主啦攞到健康保險嘅。咁呢一種朋友呢，其實政府呢都會鼓勵佢哋呢去先攞 A 部分嘅醫院部分。咁而當佢有住醫院嘅需要嘅話呢，佢嘅紅藍卡呢就會變為頭嘅80%，所謂 primary 嘅保險啦。咁而佢老闆有俾醫療保險佢噶嘛，咁佢嗰個部分呢就變為佢嘅 secondary 啦。咁即係話呢，如果有一位朋友仲做緊工，已經到咗退休年齡，但係佢攞咗 A 部分啦，當佢入醫院嘅時候呢，佢就唔需要太擔心呢，佢個所謂紅藍卡唔包個兩成啦，因為喺嗰兩成裏邊呢，佢嘅 secondary 都會先同佢俾咗一啲嘅費用，
佢只係需要可能要俾佢老闆嗰個計劃嘅一啲所謂 co-pay 啦，或者係 co-insurance 啊，咁就可以噶啦。咁直到佢完全退休咧，佢先可以佢就可以攞埋個 B 部分。因為咧 B 部分咧，如果你開始攞佢咧，每個月係有月費噶，呢一個咧係要俾翻政府嘅。所以咧，如果你未攞退休金而攞咗 B 部分嘅計劃咧，記得政府寄一張嘅月結單俾你嘅時候咧，你就要記得開翻張支票咧去俾呢一個 B 部分嘅月費。萬一被取消咗咧，重新申請翻咧都會幾複雜噶。咁所以咧 A、B 就有啦。咁啊跟住咧 D 啦，咁就係我講過啦，63日要買啦。嗱，但係 C 部分咧就解決咗咧好多朋友唔明點解要買 D 部分嘅問題啦。因為咧政府咧容許一啲私人嘅保險公司啦，就係透過佢哋提供嘅一啲健保計劃，我哋叫做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中文咧又譯做優勢計劃啦，就將 A 部分醫院啦、B 部分醫生門診同埋醫療器材啦，同埋 D 部分嘅配藥咧，好似一個套餐咁樣等你加入。咁只要你喺呢一啲嘅計劃裏邊成為會員，你使用醫生嘅服務啦、醫院嘅服務啦，甚至乎配藥嘅服務啦，都只係需要同你一個保險公司計劃咧就去應用啦。咁所以咧就會方便好多啦。咁所以咧近年咧攞咗紅藍卡嘅朋友咧，其實已經有過半數嘅人咧係加入咗呢一啲叫做 Medicare Advantage 嘅計劃。咁咧呢一個咧都將會成為未來嘅一個趨勢，因為我相信好多人好似你同我咁咧，都唔係好懂得點樣處理一啲嘅醫療帳單啊，或者一啲費用嘅問題，都希望透過保險公司嘅客戶服務部咧可以幫佢解決問題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咧係至關重要。咁呢一個私人嘅保險計劃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咧就係叫做 Part C 啦。咁樣解唔解答到你嘅問題咧？嗱，咁 Part C 咧仲有一個好處嘅，佢係會提供一啲額外福利咧，俾參加咗嘅朋友去吸引佢參加嘅。額外福利係包括啲咩㗎？嗱，政府嘅紅藍卡嘅福利咧，佢嘅頭先講過，淨係包醫療㗎嘛，醫院同埋醫生，又或者一啲嘅醫療器材。但係咧，你如果諗清楚咧，我哋人嘅醫療需要都有好多唔同範疇啦。其中一個咧就已經冇講噶啦，就係我哋嘅牙齒啦。一個成年人咧一生裏邊啊，大人啊大概有32隻牙。我成日都講笑，如果一年有一隻牙痛咧，你由65歲開始要痛到97歲咧，都幾辛苦啊嚇。咁所以咧，如果你加入咗呢一個嘅優勢計劃嘅話咧，好多公司都會透過呢一個額外嘅牙齒保健嘅福利嚟吸引你。咁當然啦，仲有咧鼓勵你加入一啲健身房啦，去 gym 啦。咁呢一個亦都係大部分公司可能都會係免費啦。咁另外咧就仲有配眼鏡啊、配助聽器啊，呢一啲咧都係一啲額外嘅福利嘅。咁呢一啲嘅福利簡單嚟講就係政府唔包嘅，只有你加入呢一啲嘅 Part C 嘅計劃、優勢計劃咧，先至會喺佢嘅計劃嘅承保範圍裏邊嘅啫。咁似乎加入優勢計劃都有好多額外福利，唔怪得咁多年嚟都受到會員嘅歡迎啦。咁但係呢一個係咪就係最好嘅方案呢？其實咧好難去講邊一個人即係加入咗呢一種係咪最好嘅？因為有啲人咧我哋成日廣東人都話啦鹹魚青菜就各有所愛啊。有好多唔同人士咧對於金錢嘅概念亦都唔同嘅。嗱，簡單嚟講咧，如果你攞到紅藍卡嘅話咧，其實你可以有3個選擇嘅。邊3個選擇啊？嗱，第一咧就係你只係用紅藍卡 A 同埋 B 就直接加入咗呢啲所謂優勢計劃 Advantage Plan。一般情況咧，呢啲計劃都包含配藥嘅福利喺裏邊噶啦。咁所以呢一個咧係而家最多人用，亦都係最受歡迎嘅。嗱，第二咧，佢就係使用傳統嘅紅藍卡，即係我哋叫做 Original Medicare 去睇醫生或者係醫院求診。不過呢，如果佢唔加入任何計劃，只係買多一個配藥計劃，唔想被政府罰錢嘅話咧，佢就要注意咯。因為你用 Original Medicare 去睇醫生或者醫院嘅時候咧，你係需要有 deductible 有自付扣除額嘅。咁兩邊加起嚟咧，以2026嘅價錢嚟講咧，都超過1800至1900蚊噶啦。咁另外咧，政府只係承包你80%嘅福利嘅啫，即係話咧，你仲有20%嘅福利咧，你係需要自己揞荷包去俾嘅噃。好啦，至於最後一種咧，
就同第二種嘅情況好似嘅，你都係用 Original Medicare 去用醫院同埋睇醫生，都係買一個配藥計劃。不過呢，你剩翻嗰2成原本係你自己要負擔嘅錢呢，你透過另一種嘅保險產品，就叫做 Medicare Supplemental Insurance 輔助保險。你加入咗呢個保險呢，佢就幫你將嗰2成嘅開銷呢就係負責咗啦。因為呢2成我哋講呢好似好模糊嘅概念係嘛，安琪？100蚊嘅2成係幾多錢啊？20蚊咯。係啦，100萬嘅2成係幾多呢？要計下喎。咁咪20萬咯。咁所以大家都係2成，但係點解銀碼差咁遠呢？咁樣，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可能都會對某一啲嘅朋友咧造成一個壓力㗎。咁有一啲有資產嘅朋友，又或者可能佢對於希望有一個最完善嘅保障嘅話，佢可能會覺得，如果我每個月買多一份 supplemental insurance 去幫忙去負擔 Medicare 嗰2成嘅費用，佢會少咗一個壓力，而且佢亦都唔會有一個計劃嘅限制喺裏邊。咁全美國收 Medicare 嘅，佢都可以去嗰啲醫院同埋醫生啦。咁所以呢，呢個就係所謂第3種選擇啦。哇，原來拎到紅藍卡之後仲有咁多選擇要做，真係唔講唔知。我仲記得每年嘅10月15號去到12月7號呢，係1年1度紅藍卡嘅年度開放期。呢一段時間凡係有紅藍卡嘅朋友呢，都可以參加優勢計劃，而已經參加咗就會收到新一年嘅福利更新，令到佢哋可以掌握呢一份醫療保險計劃，仍然能夠提供足夠嘅保障俾佢哋醫療上嘅需要嘅。真係考唔到你，冇錯啦。10月15到12月7號，大家都知道呢一個係一個紅藍卡嘅年度開放期 Annual Election Period 啦。嗱，呢段時間呢，大家都可以有機會重新檢視你而家嘅醫療計劃啦。咁跟住可以俾你參加啦、退出啦、更改當時嘅計劃嘅，確保新嘅計劃呢可以繼續配合你嘅醫療需要。大家要知道，亦都要了解呢，你嘅醫療需要可能會每年有改變㗎。嗱，咁我又問下你啦，安琪，你又知唔知道而家2月份啦，我哋呢個時期呢，有啲咩要注意呢？如果參加咗優勢計劃嘅朋友，我梗係知道啦。紅藍卡嘅醫療計劃係用嚟負責睇醫生、住醫院同埋之後配藥用嘅，所以你所用嘅醫生，無論係家庭醫生定係專科醫生，仲有你需要去嘅醫院，都最好係你嘅計劃網絡裏邊嘅。仲有你食緊啲咩藥，係咪你嘅計劃嘅承保範圍裏面呢？你都最好查清楚，當中嘅費用係幾多，我哋都要了解清楚，咁我哋就唔會有驚喜噶啦。係啊，嗱，我要提醒一下咧，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有好多朋友咧同我哋咧出言獻策啊吓，話介紹下呢樣嘢好啦，嗰樣嘢好啦咁樣。咁但係咧，你要記住，好多時咧，我哋啲朋友，包括我哋自己在內咧，向人介紹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係淨係講好嗰啲，唔講唔好嘅。但係有好多時咧，醫療嘅需要咧，只係你自己先知道嘅啫。咁所以咧，你嘅醫療上邊有冇一啲新嘅方向咧？其實你嘅朋友未必可以幫到你。咁你就要知道啦。舉個例子，譬如咧，你而家咧覺得自己有一個過重嘅問題啦，咁樣可能咧下年咧你要喺控制食量啊、重量方面咧，可能要揾個免疫力嘅專科醫生咧去睇下啦，咁樣。咁你都要揾下咧，即係你而家嘅計劃或者你將會去嘅計劃咧，喺呢一方面嘅選擇咧，會唔會足夠俾你？咁呢啲時間咧，其實我哋都真係要做一啲功課嘅。咁啱啱南哥你提到嘅自付扣稅額，咁除此之外係咪仲有其他嘅款項㗎？係啦，嗱，除咗 deductible 自付扣除額之外咧嚇，我哋咧成日都話咧有4個朋友咧係同錢有關咧，喺我哋要揀嘅醫療計劃裏邊嘅。嗱，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月費啦，係咪 premium 啦？每個月需唔需要俾錢加入呢個計劃嘅咧？定係零月費嘅咧？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自付扣除額啦 ，deductible 啦，意思即係話咧，我加入咗呢個計劃啦。但係咧，我使用福利嘅時候咧，我要唔要自己先俾錢滿足咗一個 deductible 自付扣除額先呢？之後保險公司先加入去承保嘅範圍裏邊呢？而第三啦，我每一個嘅服務，我係用一個定額收費 co-payment 啦，抑或一個共同保險20%、40%、
甚至乎50% 去俾錢呢，呢啲都係我哋自己要注意嘅。一般嘅保險計劃都有呢4個部分可能會收費㗎，所以一定要清楚。不過都大家唔需要太擔心。聯邦政府呢都規定咗每一個公司嘅優勢計劃 Advantage Plan 呢都有一個年度自付嘅最高額，英文叫做 Maximum Out of Pocket， 即係話嗰個限額呢可能都會係講緊7-8千蚊啦。即係話你嘅醫療費用包括 co-pay 啦、co-insurance 啦、deductible 啦，加埋晒係唔會超過嗰個價錢嘅。咁就俾你有一個定心丸，就係話我一年如果真係住好多醫院睇好多醫生，俾好多 co-pay 咧，都唔會超過嗰個價錢。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政府嘅一個規定，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啦。其實大家都唔需要過分憂慮費用嘅問題嘅。首先係配藥方面，加入優勢計劃的確係唔需要擔心費用方面嘅負擔。除咗有零或者可負擔月費嘅計劃選擇之外呢，費用都係有上限規定嘅。藥費今年最高定額喺最高2100蚊，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費用嘅問題。好，咁呢一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啊。聯合健保最前線，2026年馬上出發，與你聯手掌握健康。健康保險人人都需要，紅藍卡福利同埋各類相關計劃內容繁多，成日令人一頭霧水。喺新嘅一年，等我哋一齊掌握健保市場脈搏，深入了解紅藍卡以及相關計劃嘅重點內容，學會正確選擇，安心使用，真正照顧好自己嘅健康。請鎖定 AM1480聯合健保最前線，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下晝4點，由安琪以及聯合健康保險紅藍卡市場經理陳少南共同主持。聯合健保最前線，2026年馬上出發，教你保持健康就係最重要嘅財富。下晝4點準時見。聯合健康最前線，鳴謝冠名贊助，聯合健康保險 United Healthcare。歡迎大家再次翻嚟今日嘅全新特別節目，由聯合健康保險贊助嘅聯合健康最前線，我哋有佢哋嘅亞裔市場部經理陳少南繼續傾下紅藍卡嘅資訊嘅。大家好啊吓！我哋頭先溫習咗紅藍卡嘅基本資料啦，亦都相信大家有一個概念噶啦。其實真係好詳細嘅介紹啊！我已經了解咗好多對紅藍卡之前唔了解嘅事情啦。咁啊，清楚咗我嘅基本概念啦。咁南哥啊，經過上一年嘅年度開放期之後，大家都選定咗心目中嘅紅藍卡優勢計劃啦。咁新嘅一年，南哥你都應該可以休息下啦，係嘛？首先呢，我都唔記得咗添啊！喺呢度要再恭祝大家咧新春愉快，因為話晒都係正月頭啊嘛。嗱，我祝大家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啦。其實我都好想休息嘅，不過呢，每逢到咗新嘅一年嘅1月到3月呢，其實都係我哋另外一個紅藍卡人士需要注意嘅時期。呢個特別期間呢，喺優勢計劃裏邊呢，就叫做公開選擇期啊，係一個叫 Open Enrollment Period 啊，所以呢，都冇得休息啊。點解仲會有一個公開選擇期嘅？唔係已經揀好啦咩？嗱，我相信大部分人呢都揀好咗噶啦，不過呢，萬一揀得唔好點算呢？仲可唔可以補救呢？要知道呢，呢一個計劃呢係需要用1年㗎噃。你咁樣講呢，我都醒起我有一啲長輩呢，真係因為聽咗人哋講，而喺舊年嘅時候呢，揀咗新嘅計劃，去到新嘅一年真係出現咗啲狀況。其實係㗎，我哋都知道有呢啲咁嘅情況啊。當佢哋去年參加嘅時候呢，可能因為某啲福利啦，或者某啲原因啦，聽別人嘅推薦揀咗新計劃、新公司。但係呢，佢哋冇考慮到呢一個計劃呢未必切合到佢哋嘅醫療需要。就算係新嘅計劃呢，或者標榜住佢哋一啲用唔着嘅福利啦，佢哋好想去攞啦，但係變咗佢哋要嗰啲呢，又未必俾到佢。咁其實呢個時間呢，就係可以俾佢哋解決呢個問題啊。哇，咁樣真係會因小失大，甚至乎會影響到醫療健康。嗱，所以呢，政府呢都唔係話唔理佢哋嘅，所以呢，喺呢段時間就設立咗一個叫做優勢計劃嘅公開選擇期，一個 MA 嘅 Open Enrollment Period， 好讓大家呢作出一次性嘅更改啦，一次嘅啫吓，以免呢你揀錯計劃呢成年都受到影響啦。你嘅意思係咪凡係用紅藍卡參加咗優勢計劃嘅人都可以喺呢一段時間重新再加入計劃啊？嗱，我哋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去年參加咗優勢計劃嘅朋友呢，如果喺新嘅一年發現你而家嘅計劃係未如理想呢，政府特別俾多一次嘅機會。
等你重新作個選擇嘅。換言之咧，每一個優勢計劃嘅會員喺1月1號到3月31號咧，會有多一次重新選擇嘅機會㗎。參加咗呢啲計劃嘅人呢，我哋知道可以有多一個機會啦。咁如果舊年冇參加計劃，係咪都可以加入呢？不如我用一個比喻去解釋呢個問題啊。嗱，如果加入優勢計劃，就好似你收到朋友送俾你嘅一份聖誕禮物，但係呢份聖誕禮物唔合你心意，可能 size 唔啱啦，顏色又唔好啦，咁或者你可能已經有好多嗰樣嘢啦，咁你會點做啊？梗係退翻去或者換個新嘅啦。係啦，嗱，所以參加咗優勢計劃嘅朋友咧，佢哋可以喺呢段時間咧 return and exchange 退出計劃，翻到去純粹嘅紅藍卡，或者更改其他計劃、其他公司。咁所以咧，去年冇收到禮物嘅朋友，即係冇加入計劃嘅朋友，咁你話而家有冇嘢可以 return and exchange 啊？咁嘅答案當然係唔得啦。咁所以如果舊年冇加入優勢計劃呢，原則上係唔可以加入嘅，但係事情總有例外係嘛？咁當然啦，政府亦都有其他方案去補救呢一啲呢唔記得咗加入嘅朋友嘅。例如如果出現一啲叫做特殊開放期 special election period 啦，喺某啲嘅地區啦，咁譬如好似紐約啦，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呢一排最興嘅係乜嘢嘢啊？就係鏟雪啊嘛，我哋經歷咗一啲極度嘅寒冬啊，北極嘅寒流啊，咁呢一個咧，其實都令到聯邦咧呢個 FEMA 啦急難嘅管理局咧，係為到咧呢段時間咧係作咗一啲嘅所謂特殊開放期。咁如果真係唔記得咗做嘅朋友咧，而家就有機會噶啦。明白啦，咁加入咗優勢計劃嘅人呢，可以喺呢一段時間內再有一次嘅機會去選擇。咁大家真係要留意下你而家嘅健保計劃係咪真係適合你咯？嗱，咁等我多舉一啲嘅例子啊。嗱，其他人有啲嘅意思，嗱，我理解就係除咗優勢計劃嘅會員啦，其實仲有其他人噶嘛，唔係個個入優勢計劃嘅。譬如我頭先講過，有一啲買咗輔助保險 Medicare Supplemental Insurance 嘅朋友，或者只係單用配藥計劃嘅朋友，咁佢哋係咪都可以喺呢段時間加入翻優勢計劃呢？答案係，如果只係用公開選擇期，即係 Open Enrollment Period 咧，佢哋就唔得嘅。不過大家要知道啊，聯邦嘅紅藍卡部門對於加入優勢計劃係有嚴格嘅加入時份規定嘅。一般嚟講咧，每年10月選擇，明年1月生效。如果3月底之前冇更改咧，或者更改之後咧，4月1號就要鎖定呢個計劃噶啦，到10月31號啦。但係我頭先講過啦，有呢一個嘅特殊開放期就唔使驚咯。咁我哋應該點樣了解邊一個計劃先係最適合自己呢？好簡單嘅啫。決定你加入唔同計劃嘅時候呢，一定要了解以下嘅幾樣嘢。第一，你嘅醫生呢，你想用嘅醫院呢，係咪都喺呢個計劃嘅網絡裏邊呢？而你用緊嘅藥物呢，亦都要喺你嘅計劃嘅承保範圍裏邊。如果可以對比一下價錢就更加好，咁你就可以做到最大嘅慳錢啦。講得啱啊，因為呢一個就係醫療保險，滿足醫療上面嘅需要先係最大目的啊嘛。嗱，所以呢，我哋每年喺呢一個時候，1月到3月呢，我哋都會提醒各位入咗會嘅朋友呢，要同你嘅主診醫生見面啦，揾佢安排下做一啲嘅全身檢查啊，一啲嘅醫療預防措施啊，或者遲一啲嘅話，可能要打一啲預防針啊，認識一下照顧你嘅醫療團隊啦。如果你有服藥嘅朋友呢，就要記緊呢，重配你嘅用藥，你就會知道呢，新嘅公司呢會唔會承保某一啲你用開嘅藥物等等噶啦。嗱，總之要及早準備，以免過咗3月之後呢，呢啲問題呢冇得改變，咁就要用到年底，咁就好唔方便噶啦。醫療健保至關重要，及早認識免生誤會，關係住身體健康嘅呢，千祈唔好輕率處理。多謝南哥今日為我哋帶嚟咁寶貴嘅資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月再見啦。臨結束之前呢，我哋有一個好有用嘅活動介紹俾你嘅。如果你想了解下你嘅醫療計劃係咪合適呢，我哋3月份19號同26號啦，有2個免費活動呢，喺我哋聯合健康保險法拉盛同埋 Canal 街嘅 office 呢，都會為大家舉辦㗎。有興趣嘅朋友呢，可以打我哋嘅免費熱線800-801-1900 800-801-1900啊。安琪，我知道我哋呢個節目仲會重播㗎。冇錯啦，咁如果聽眾想重溫今集嘅內容呢，請留意3月7號星期六早上9點鐘啦噃。另外呢，我哋聯合健康最前線喺1480嘅播出時間呢，係每個月嘅最後一個星期三下晝4點鐘。好，咁我哋下次3月25號再見啦噃。拜拜。
合健康保險紐約華埠161堅尼路嘅亞瑞資訊中心嘅經理。我哋知道好多人對紅藍卡又或者係紅藍白卡計劃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所以我哋好歡迎大家光臨我哋位於喺唐人街161號堅尼路嘅資訊中心去到查詢。我哋會用大家熟悉嘅語言，令你哋更加了解各種健康計劃嘅選項，亦都同埋因應大家唔同嘅需要，提供合適你哋嘅社會福利資訊，例如白卡、紅藍卡免保費，又或者係買藥補助嘅申請。你哋亦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華語專線1800-801-1900，重複一次嘅電話係1800-801-1900，等住你哋啊！照顧好家庭唔係一個人嘅事，而係需要團隊合作，需要有人攜手同行，有人確保萬事妥當。聯合健康保險就好似你嘅拍檔，伴你左右，為你同家人旅程嘅每一步需要細心服務。當你有一個團隊嘅協助，守護家人就會變得更加踏實同安心。聯合健康保險因你所需，用心服務。聯合華語專線1800-801-1900，1800-801-1900。